从60岁的人，没了唔得多做案，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花样同学会都系爱团太高太极，向下挑战唔识做过的事情，完成头摆的梦想，寻转深度的热情同期待。准备了，同能向下展开一场期盼的追梦旅程。那上下铺呢就会互不相识的，因为慈善的演员，甚至成了互相影响对方的兴趣和生活的好姊妹。我就希望用慈善的影响全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场我的友情重要。庙里有一间有安高养院，使用的8个位身心障碍者，也这个本人亲好的照顾，很多也甚至免费哦。主要治理个高养院的是一对心妹院长，同时也还有2个好姊妹耶。做嘛也能会按甲线，还个按很来做按设立的事情呢，然后来拜访伊呢。吃饱午饭了，对不对？对。吃饱午饭以后呢，还不要这么快睡觉嘛。那我们就开始来准备怎样玩游戏了？开始来唱歌了，对不对？哦，突然外面下起了雨了，所以呢，我们就来唱什么？淅沥淅沥哗啦哗啦雨下来了，我的妈妈拿着雨伞来接我。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啦啦啦！姐好，多数係權妹姐、權姐、雲姐姐。哦，你睇做乜嘅呢？那個講故本身人嚟談，故事的啦。哦，講故事，頂上灣嘅係咪？經常有閒就會過來聽家聊。頭都係唱歌嘅係咪？係頭家就係唱歌嘅，我中下就唱嘛。好啊。淅沥淅沥嘩啦嘩啦雨下來了，我的媽媽帶着雨傘來接我。淅沥淅沥嘩啦啦啦啦啦。我想喺啲啊，三妹姐姐其實唔係讀書嘅同學，唔係，係啊，農會熟識嘅喏，正業又冇窮樣。我本身係做草本那個後堂啦，這2年噶哈，好，我又成立一個台中愛心團。哦，迄種愛心團就專門去幫助個急難救助的嘛，好，嗰種係當到個會員，有人捐錢啦，或者講事業上係咪要賺錢啦，佢請流行的金子，很多閃數的金子了，就像買一隻黃金的意思的就好嘅嘛，買人哋幾個再安排，哦，走來好多係貴都貴吧，因為都冇按到錢樣㗎曬，乜嘅貴錢，我錢還不給貴槍槍哦，求財的問題呐，錯冇，我說我要按樣嘅相對佢乜嘅講係騙錢，我哋唔啦嗬，你想講，佢看要這樣嗬，當善良嘅樣，冇錯會騙人呐，見堂啊，就講，哦，幾人又做按羅山師，哎呀啦，佢存的錢啊，唔是本來啦，啊，就根本嚟啦，所以你按樣，我哋這邊好朋友啟動了一個慈善之路啦，你運用嚟認識權妹姐呢？
因为我的太子宫的肺最主要哈就是做爱心嘛，刚安尼幼儿教养院也嘟嘟也身边某一救，所以呢也2-3年了呢，就看到安尼院长哈相当有爱心，照顾很多需要照顾的人，所以呢。刚好就伫有一个高雄院，有30年成立当有的呀，81年开始成立。他讲他们还穷还离开一下家。好啊，好啊，好啦，董总参观一下，好嘞，好，像严总带路，好，好都好呀，天时安好呢吼。哦呀，环境同俺的一般上的那种，嘿，教养院个冇穷用呢，是呢，有咩30年嘞哈。30年了，对。哦，弄彼此都，彼此都暗好。系啊，佢冇分別性啊，佢不卡用乜嘅，佢就用乜嘅，佢生乜嘅，他家就生乜嘅。我公公嗰陣時就想講，大家的生意天數吼，一開始吼真係辛苦，電我會做我嘅吼，全部本人應腳啦，冇咗房租。印了英國安尼哦，因我到後擺實在冇辦法，因為一條生意當到費用也冇辦法繳吼，當辛苦，因為當監車吼，當人的天數，佢就喺我就想講，我就攞一地方吼揀出來，吼來改伊個生意嚟活下吼，一條生意當到冇假人嚟咩吼，就想講係咪做得老家的天數下，因為當監車量這吼，公司在面試30年吼，當年我都辦大活動吼，參募款啦，冇做參會啊，叫他一定出錢出力出人，對一條生意就參與是假生意咁樣嘅吼，所以也喺個背後都講冇福咁樣幹曬，然後唔怕哦，有土地跟你創辦人我揀出來，揀到來天數冇那個款項，就按你姻緣的30年。这能都会带我来呀，去山咯，能登上来哈。哦，讲到呀，就是处个民国87、88年个哈，因为我哋本来就同乡啊，三妹就同乡嘛，给他继续移民到澳洲。还好还有一位哈，来替代着他来陪我的，因为我就懂乖啊，现在去翻译蛮硬对，蛮硬硬皮，然后他就出现嘛哈，他就常常我们常常会打电话，然后就邀着就一起去开山的啦哈，一吃个午餐呐哈，安尼聊聊天呐，对。会讲到永学姐哈，当然会呢，我想到佢哦，嗰陣時佢哋澳洲啊，晚上都用上。點啊大做啊5點啦，好啊，去去哪裡呀？係啊，不錯，做得凌晨5點打電話，真見到佢鋼琴。就好朋友，從小就半夜打沒做得來呢。哦，真嘅呢。哎呀，打電話會哭訴嗎？會呢。哦，會呢。哦，就好，彼此都可以。如果碰到有壓力鍋的那種，快要瀕臨這樣的，一聽我打。因為我都是屬於很多做事業的細妹們哈，比較堅強，但係一定有軟弱的那一面。這種事情又做我們的隨便同人講，我們都要面子，不能隨便講啊。所以呢，一聽我請其他好朋友，只有2、3、3安尼講啊，講過就好誒，不留下痕跡，也不會造作成一切的困擾。安尼。甲永学姐妹会哈，妹会同人哭诉诶。我看唔啊，因为我较细耐心哈，我但是接就哭诉。对哦。人的一生當中，你也都做得相互講直播嘅話，相互影響嘅好姊妹嘅，當真歸好福氣。所以啊，三妹太阿姊一定啲好識相互嘅緣分。823每度幾日，故所眼能有幾多嘅高雄人享受當真嘅當主傳。那位啲亞威嘅食物，有同人哋3人之間嘅故事沒有關哦。蠻好吃哦，好吃呢，還幾可以。不說原生如會食平庸嘅啊。對啊。咁我會想到愛食素食呢，應該唔係一開始也偏路開始嘅呀。唔係，那我就因為中華全有素食嘅養養哈，有2位大姐哈，帶入來嘅。
又迄苏动人的样子安尼哦，不过动熊呢，嘿，俺批都动熊，要摆个挑战啊，开始哦，2问太解，俺哋得摆啊，开始唔识的吼，嘿，如果俺哋如果有上在挑战，好，俺哋做得嚟讨论，看下最尾睇个共识，迄上会做嘛嘅。因为推素食以后要当家开动了烹饪班啊大家就会主动到，但你较无机会去甲下厝来煮食。煮食一件事情对你如何一个挑战呢？动态挑战。就炒菜也得对我来讲较简单，对我来讲那个挑战性不高。煮菜的话呢，就较单纯啦当单纯嘛，做木马对我哋来讲较没乜个挑战。4菜1汤无乜个，对我来讲做到色香味俱全，我去挑战啦。可是我会想会做一件事情。不是东西嘛咱煮食爱吃到空中瑜伽，爱吃因为完全忽略他的需求这叫拢无耶，演那个后培这空中瑜伽呢，倒是又漂亮，因为我每度都属于学，我就想，本身就有学瑜伽过，我就想过，空中瑜伽是一种再上升的一种挑战。空中瑜伽也请好人其实平时也有做瑜伽，但你因为去年呢数个脚有数上过，迄做唔到，迄数上的部分冇办法按样来配合就错嘅。今年好啊，今年特别看到就动向去搞啊，要唔过唔係做灯嘛，乜噶水中美人鱼。我有當幕後的經驗，啲個水對我來講可能就要突破。那麼安尼感覺就，世界有就想講，安尼演技真係做得冇。你做得冇啊？但你藝術賣到你的求婚鑽戒一下的就真嘅中美人魚，然後在空中這樣跟他求婚嘞，好浪漫哦！在水中啦，不是在水中，對不起，那個因為特別看到這樣的畫面就想講，美人魚聽起來就是很美這樣子。對於我們這種身材的，我們也想去嘗試。其實你的身材保持都懂好，然後我講。提出安尼挑戰，我还用那个气功的功夫的那种吸吐气的吐纳进到水里，可能可以接受挑战。我只能这样来，只能按你想啦。因为嘛是尝试。你最近迄好姊妹呢，前面一安尼讲，你用迄唔好抽水的，你安尼讲，我想象迄个我有去过。体育煮菜甲跳艰难的，唔要挑战。空中瑜伽有移民顺风，对。到最后也一样不得不大家都要同意。吃看啦，我吃用一点我就来吃看啦，好吗？加油！哇，咁你都讲吃的，还是有去亲亲生的啊。雖然幾多年都是想過看哪日自家會係童話地圖嘅美人怕唔是想過我有嘅按鬧嘅外表，幾時愛哪一好考驗呢？最先伊能都做唔得衝眼安尼按鏡看，總共水道度嘅體感溫度會比實際嘅水溫還過大。再過來大家還會學曉控制面孔嘅肌肉，安尼能做得睇水道度表現出一定自然嘅表情同樣相，同時還會有比人還過大嘅氣發量同體力愛好，能做得長時間睇水道度發通錄樣。最尾天才要有十足嘅勇氣來克服會降水嘅心情。雖然我對會降水嘅熱能生殺咁拖入空來挑戰真見到福，唔過行起會時，熱能上來有辦法還是無下。好像锦鲤哦，跟米娅。漂亮，哇，美丽。哦。哇，哎，你天赋答题，还奖呢。哎，老师，你好美哦！哇塞，漂亮！我这鱼真的上岸了。真的。哇，好美哦！好美哦！哇，康丁教练，
然后带姐姐们，还有 Amy 老师，大概没有办法哦。没问题，对。真的吗？你们很担心对不对？哎呦，有那么夸张吗？不会冷，冷的。美人鱼的那个助教呢，好美哦，感觉好羡慕哦。原来水中的那个美人鱼那么漂亮，我有这个身材吗？我可以亮相吗？假使讲，那要有块参比安呢，同好，还会有安那个梦想，很惊艳哦！他有看到哇，人鱼要变现容哎呀哈，中奖啦！对你们说温水，其实我摸起来的温度还蛮低的。对啦，其实有点冷，虽然它水温是说27度，但是实际上体感大概10几度。那没有关系，人鱼的话在水下是会动来动去，待会你穿着防寒衣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运动它的目的就是追求美，如何在水下有浮力的状态之下、闭气的状态之下，还能够摆出 OK 的表情跟身体的肢体的姿势，这个很重要。不然通常一下去之后，哇，那个脸就直接开始，对，开始狰狞。对，像Amy助教的话就非常控制得非常好，他就是一直都可以保持微笑这个样子。好像自己就会觉得说，很像我可以一直每次换不同的鱼尾，我就是另外一条鱼。像今天带来的这条锦鲤呢，它就是好运的象征，感觉就可以带给人家幸福。然后看到自己在水里很美的样子，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我看你拿其实好像有点重，对，里面有是拿看看。哎，对啊，里面现在有看一下，其实蛮有重量的呢，重量哎，有重量哦，所以脚要很有力哦。没错。看到背蒙如果上嘅魚面，大家人嘅目珠確實一下都緊起來嘅，感覺愛成為美人魚都引來人群嘅。接下來正式開始陸上訓練，首先教練教大家按用嚟用人魚嘅樣嘅來游水，冇想到也同一般嘅游水全冇相同咧。主要用胸口，頭不用，主要是胸口，真的就是一个圆圈。好，现在加上手。OK， 好，谢谢你助教。谢谢。然后仰多一点，要碰到我的手。对，很好。没有，还没碰到我的手，我的手在这边。啊，你想讲这么好冲变呢？这水风有句话这么好冲变，意思提度叠连，慢慢知道统计块。要么经营有连有差，哎，就那个事情哦，就可能剃刀对自家来讲全部新的事情哦，就知道。困难啊，想讲啊吼，你去把动简单就，都水方球的就好的吼。我学安度吼，个教练又当认真讲啊的防范呢。啊，想给这样一开始方法是按难的，给下半喊用个实真好，故说有些的 healthy。你好像已经在水里了。对，这个很好。你会这样？你是我，你厉害耶！输了。但这种动作对我来讲唔会难，因为我本身就有练气功，我有练瑜伽。陸上訓練結束，聽人都係大家受片睇嘅定嘅劍氣練習。雖然教練講人類睇水道度劍氣3分鐘按久，咪唔會缺氧，就連難學嘅人一開始是會做來錯，咪見咪到辯論牌嘅記錄行過久。是講對人哋也到忙食見怪嘅新腳嘅來講，有樣做會多下。放鬆的狀態。其中一个挑战其实就是越能够保持越不紧张，氧气当然就可以省更久哦。对。你在闭的时候也可以念佛号啊。关不下去，关自在，关不自在。2分钟。好，有一点呼吸反应出现，你可以轻轻的放在他的背上面去感觉一下。有感觉到有肌肉在抽动吗？有对不对？好，基本上那个就是呼吸肌群，可能是横膈膜或者是肋间肌或者是任何辅助肌群。来2分45秒，动一下。OK， 好，在10秒钟慢慢回来，好，脚先踩到地上，待会只要抬起头来就好了。5、4、
3、2、1，给回来。好，深呼吸。再来。好，觉得恢复之后看我比 OK。主要是冷，对不对？对。好冷啊！还可以啊。好厉害，好厉害！我们看他的脸色，其实是红润的。所以基本上，即使是到这好像观世音菩萨，大紫他，真的有像。我如果要拍戏，我就找你。歪掉了。对，不是啊，转移紧张，不错，厉害。对，待会你第7我们就开始说笑话。那就马上沉进去。进去吧。好，手可以自然下垂。对，可以离开。好，不用担心。好，你身体是扶得起来的。好，那我们现在会轻轻的碰你的肩颈哦。看一下，摸到的地方让它放松。有感觉到浮力了，对不对？好，想回来的时候呢，脚慢慢回来，恢复呼吸，来做恢复呼吸。恢复呼吸。对，怎么做？务必多久？再一次。哎，对，很好，很好。那50秒。真的有50秒。我讲憋气就差唔多无空气样去做定咯。要唔过整件憋气来去水地度有嘛，我就当样是水，佢有水有黏讲，拢滚啊呢，对，好，手可以自然下垂。好，对，你在用力。对，做恢复呼吸，来做恢复呼吸，好，把这个动作习惯动作养起来。厉害哦！突破了。1分35秒。好巧的运用呢，提水到度进去，再过来录完大家梦的鬼久嘅5年也部分了。不过呢，那啲能我那好5年，好点点的都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哪边小腿吗？站着，小腿对。好，直，哎，不要弯，好，放一放。你要握一下 ，OK 吗？不要下去。你说举起来不行。挑战玉山好难，我会用终点的那个毅力来想这件事，这样子。是啊，我是这么想啊，他脚又抽筋了，那我知道他很害怕了。那我们3个人一定要我马首是瞻啊，这样子。是这样的原因啊，还是不然坦白讲，我也不想。好，我们下一位是皮姐姐姐。来吧。刚才教练没有带我的，怎么那么不公平？很喜欢你后半段，你要我后半段我有告诉我自己要这样子，要这样子，没错。下一个，没问题。好，这边也笑，这边也笑，这边也笑。手，好，放松就好。放松，你在用力，它超紧的，不要用力，好紧张，超紧的，好紧张，对，我好怕。
无想象的按简单，因为还是想讲的，因为就随行行啊就做的，无想到按到爱去练习的。哦，其实也部分对我来讲会发做动态的挑战。伫随行安尼跳岗啊，就是讲啊做得无，超按难的，真嘅无办法的，啊当中打退堂鼓啊。咁個希望，都千好杯呢，要當好嘅成績，因為我都係不服輸，講安面子，因為答應到我後，還是要去勞逸完成。我們剛剛都已經試過1-2次了，但是教練，我們是不是離人魚台很遠？你用那個什麼叫恢復呼吸的2秒停頓？还差一段距离啦，还差一段距离，我们需要大量的练习。而且我们刚刚看起来应该很像寿司吧，上面的鱼就是完全没有在动，只是鱼片而已，对不对？很难变成。有点像耶。味道每睇水方看起來像係舒適風嘅魚生，我哋失望睇水方100又100演練，甚至連無教練家下嘅自主練習，咪唔敢害太半些。两脚张开，与肩同宽，肩同宽，做起势，好，吸气，哎，姐姐，安总，你能睇啲乜嘅？也係氣功了。啊，其實唔係講我練肺活量，我會氣功是比較肺活量重要嘛。係啊，你看前面下重要吸，你看呀吐，你看呀幾多誒？吸吐。氣功嘅話係平常我也都記下10年了，民國80年多以下，我就有練氣功。當佢是加有冇，我就知道動身術，要麼大有差不多10分鐘後，我數腳有冇，其實就唔會按你冰冰涼涼的，就跟你血液循環就較好。身體啊哈，透過呼吸、吐氣、閉氣，哈，本人氣感哈會較穩定，情緒會較穩定，啊，對事情會較專注，還有對挑戰呢，聽到有幫助誒，講到一個愛訓練肺活量啊，我冇做氣功嘅人，我都想到一個東西，還會道具。哦，那麼㗎？一個跳繩，跳繩，嘿，動好運動呢，我哋可來吃嘛，好啊，來吃看下好唔好？哎呦，我覺得我要慢點跳，我係咧唔俾請人跳哦，係咧全部人跳。你真實了按嚟練習，對人嘅一部位按嚟嘅吸收氧氣啊，我相信一定都有幫助。你都一跳，你也是在訓練你的肌耐力跟體力呀。跳位好。哦，厲害呢！你說哎，可以的啦，可以的啦，哦，好厲害哦，真的是有做氣功的呢。好，我能夠加第2組哈，頭第1組我加個如果你剛剛問人家用啥，平心姐能秦妹姐哈，可是2、3、4、5、6、7、8、9、10、哦，34哎。哎呦，那个海香哎，氣功真的有，真的哎，完了啦，我們要加入。可是你其實也有34。其實請看跳數嘅，如啲上面睇下子，無論處理乜嘅事情，如一定認真同清醒清烈，佢係因為人哋一直都希望做好用嘅本身人嚟看。
一摆来挑战水族美人鱼，其实每系味道想要本几道小朋友啲的，而能每做得像一道太下子用嘅，屯无可能变做可能，所以一道太下子一天提高容颜来进行最美嘅成果发表，来本几道小朋友欣赏。为到完成一个目标，大家韩国爱神忙练习能好。头脑就开始痛，因为水真是头脑就开始头脑痛，就煮姜嘛水、老姜的姜水哈，泡澡啊，分出来嘅哈，出来以后就酸木，爱酸木以前哈，就下一个本永选，讲哈，我真是一定有办法撑过去嘛。我的情况冇清好了，我真衣服卡哈，就开始流鼻水嘅。個跳下蟲蟲，個安樣義工堂唔到。对不对？起来了！矜持一点，两那个膝盖靠紧一点，靠近一点。对，很好，继续做，很好，非常好，再来，再试看看。好，OK，好。老实说，第一天拍完的时候，我觉得说好糟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从今天一开始下来，他们好像心里都放掉了很多牵挂，还是什么不需要担心的事情。他们能够在水面下闭气，还能够张开眼睛。他们现在呢要做的另外一个突破，就是要学会该怎么样在水下用人鱼的游法来游动。好，我一直喝水。游就游，干嘛喝水？游很快，真的吗？可是我都喝水，而且很直哎，对。对，我正想讲，然后他就挣扎起来，我说明明就游得很好啊。平常都要本来呢，一空一哭吼，用人鱼迈进。本来是猜太好，我讲过上面这些病啊，相冲共从韩国、港南、你送离婚，所以开始能够讲水。我讲过，时常跟我做嘛嘅，做啊佢我很有进步，抢眼喺因退步，眼前面天嘅人都呢因准一下一路因准吼，不过我讲过呢，过有可能讲过，哈哈。下一次的目标其实就是把防寒衣脱掉，然后不带这个项圈。然后就是完全穿着皮，那这样子踢的话，感觉会不太一样，所以你现在就尽量一直去抓在水下游动的感觉，尽量抓。还好吗？好啊。是啊。挑战，成功要不要？成功呢？总算熬到今天不怕水啦。要不然我昨天是真的不想要再看到水了哟。感谢大家，感谢可爱的教练。除了教练给花言巧语很有用，你自己也很勇敢哦。谢谢，谢谢，加油加油！好，加油！多吃点哦，你多吃点哦。哎。哦，哎，他翻身很不错呢。啊，下去了，下去了。哦，刚刚是张同事。哦。耶。很香哦，你要拿一碗。刚刚呢？一片空白。哎呀啦，就当干风，当上惊。
什么？我们你是豆水耶？冇，哎，今年全部是都是耶。那除了讲，人哈，真的不要怕，这个是我们3个从来不会想，我们可以这样回来，所以老师真的很会教，然后去感恩。都跟过我们好像已经结束 ending 了呢，有一点，感动哦。还要再勇敢很多次啊！要干很多次，起码第一次突破了啊，后面大概就慢慢的就会跟上来。而且你们一次比一次好哎，对不对，教练？有一次比一次。我的姐妹姐哦，吼。也可以成为美人鱼。人家哈平心节团青妹节路挖后中哎哦，有看到我们好会讲哦啊，讲啊，永学姐呀哈提法。因为呢，俺们今年都爱准备哈，最明年的呀个成果发表。来看讲呢，初半年还去买新的秋水衫。系啊，因为俺衫呢就想讲，来讨论看那种嘛个生意啊。我讲安尼衫服强用啊，伊讲根完全无上，根无上。来讲你无上都今年就来唔出嘞，就老开的，就来唔出嘞。这种衫哦，全部状况外，啊，就像那老妈子用的哈，胸都嘛个一直叮咛，一直叮咛。那个助理教练很美，希望我们这次穿那个比基尼哦。讲真，那对我来讲，嘿，讲要做比基尼，我可能就退出来了，因为第一个没有跟老公讲说我要来做这一个，我只是说我去游泳这样子，我没有说要做美人鱼。再来，以我现在的那个在机构社福界，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名气哦。那如果是这样呈现的时候，人家怎么去看我们？好，我哋客家人真係當保守啦。因為從細爸爸媽媽就講，懂得事情就要周章啦。哦，因為個客家莊其實對婦女呀、細妹其實都很傳統。啊，讓他心情用誒。心情啊，還係忐忑不安，還係會緊張了。因為又期待。哎，對，既緊張又期待。因為提高期待之後就結束了。呢度一團最好嘅表現出來，大家做得講如千世故，準備到秋切，等往後自家嘅5年嘅當分間，大家韓國係聽到難唔得。只講收到兩次都會睇水到都樣，有感覺，有期待，有緊張啊！大家現在感覺怎麼樣？很美。哎，永雪，你選到你自己很喜歡的皮哦，對不對？我覺得你們兩個挑的花色跟你們的個性都很像。哦，是。像晴妹姐的話，就稍微低調一點。哎，雍容華貴一點，對不對？真的嗎？哎，真好。對，而我呢，就是大家挑剩的。好了，重點是大家都喜歡自己的魚尾。好，那待會我從這邊拍。給我笑臉。好，陸地上笑是沒有問題啦。陸地上笑，待會到水下也要笑。5、4、3、2、1。
掌声。对，掌声再下来。有吃到水吗？没有吃到水。要啊，当然要，很多次，大概要10次吧。哎呦，要10次了，要10次。怎么了？可能因为还蛮练到动作，所以你按你过来看你内心的嗰種緊張，緊張加上水也冷呀的，不說就天天就吃到頭牙痛誒。繼續加油！哎，很好哦，很好，很好。好了嗎？现在头还痛吗？痛。好，好，谢谢大家。来了。太远了，可以调整好，来，手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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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呼吸。啊，我痛！不知道好，闭着眼睛的。你看，老师你还跟走啊？老师你也呛了。5、4、3、2。好多啊，平均这些下去，我会去运势这。我那出那个对应的其实阿边去过台哦，因为以下的毛基的面积，啊有的木只会8块，啊水有冷，吼，其实佢都会紧张的因素感觉去下，咁我会出非常紧张。他呢，我讲全每字，因为好多本单讲我水面，好多空空啊唔上电按球，副总啊喺水面的，其实会因紧张。还好吗？3、2。我能够放弃吗？我可以不要吗？我真的好想哭。喝水是不是？压力太大。喝到水了，有点好痛。不是呢，看到水吗？看到水。好痛。就是阿爸是往下滴压。刚刚是压还有水哦，跳那当空，那公有点水，我就知道好像，我好像快没救了一样的。我能够放弃吗？我可以不要吗？我真的好想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哦，我现在头还很痛。
60岁哈做的挑战那个极限哈，对我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不会，因为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也让我们更有自信。而且呢，上面这路按赛芒上的词，下面是唔得最明显的是唔得老贵。对我来讲，没可能去破也上次是以来压力心态的一些。我也希望这呢，我感觉讲做出规模的挑战，没希望做出来相片款的，我上的款里头款细细款唔是咯。其实我们的成果发表还唔前结束，喺水下摄影完成过后，教练还要同偷偷翕下嘅相片，一粒一粒加工。大家咪唔知最美嘅成果會形容呢？唔過看到很多小朋友如頭蒙蒙嘅，也就睇下子未韓國有自信來面對呀人生嘅一切嘅。韩国那个游学姐啊，韩国明星姐啊，也来跟她哦去做小美人鱼哦，叫我看哦，自己想。好，准备哦，我来看你哦。头头看刚公用呢？看到院长妈妈有。有看到，还有看到永雪阿姨吗？有看到品心阿姨吗？有。蒋某有蒋某。有啊。哦，我想爱靠院长妈妈按的嘛。会哦。觉得什么最漂亮？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很漂亮。你会想，哎，谁最漂亮？全部。全部。哦。看到的感觉很嘛嘅，多大来看？哦，嘿，因为今天说实在很不 OK。好，因为感谢我们的教练哈，帮我拍的好美啊！很棒哦，啊，永学姐呢，看的真的成果就觉得很感动啊，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做到了。有满意吗？哎，亲满意，亲满意。啊，婷婷姐呢？很感动，哎呦，谢谢，让我们本来的吼突破唔敢接触的事，还敢去做美人，实在很强。俺哋一拜啊，挑戰完成呢，然後有冇嘅發想去同人家看到嘅新年好。
秀安的宝贝们，你们都可以，要努力，好吗？这几天我真的看到3位姐姐，非常非常努力的在突破自己的恐惧，我觉得很感动。谢谢教练，谢谢。那相信啊，院长妈妈喊过永雪阿姨、平心阿姨，你能等上我来嘛哈？也商业的故事，伊能拍做在讲3年哦，很多故事好讲哦，很多心路历程哦，吼，很多的困难啊，嘿，行一摆也做在，我相信吼，很多做在那个用，嘿，基本个院长啊，院长妈妈已经，我可以不要再叫了，啊对呢，丢脸哦。不会。数字伊来讲啊，因为超级量啥啦，讲他一面青都当天啊，可能天是个10年、20年也用青都当下。嘿，我院长妈妈都黑种勇敢，一共不要啦，还是继续哈。你还跟她一起哭了。嘿，要给勇气，嘿，太感恩了，后西杯哦，哈，大家都要勇敢，好不好？好，谢谢。